刑事局侦办德联邦名人会的投资诈骗案，甲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等单位合作，经过追查，查到这乌道透过广告商放诈骗广告，而且和系统商工程师合作，用收接的模式，伫咧网络顶头诈骗，赚恶心钱。使用公司的企业账号在脸书投放广告，那这个企业账号，因为他们本身公司就是做广告的，所以它跟脸书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，它可以加速通过脸书的一个反诈骗的审核，然后一次投放大量的金额。警方查出嫌犯利用这部透过合法平台放假投资信息，吸引真侪被害人入去投资金，却拢讨袂回来。涉案人经过检方复审了后，姓廖的广告商50万交保，姓洪的系统商和姓吴的工程师裁定羁押禁见，其他共犯交保候传。警方目前也正咧扩大侦办专案。